兄姐大家平安。今日早起咱有首信息语，咱一个中间咱就三角来。这有信嘛拢是保罗上首信息嘛。咱在礼拜中有信息拢是保罗上是咱有遮三角重新做内容对待上，开始写。咱有首的信息拢是都是保罗上信息，头一首信息240天顶讲起上帝恩惠。这条信息是对迄个诗篇19篇的第1节甲第2节的所在伫咱的迄个较定咱书中间的第1节甲第2节拢是信经内底诗篇19篇19篇，所以咱较定像咱会使来思想这个圣经内底的道理咱做伙来读一解这个歌词头一节来。天顶讲起上帝恩光，中将恶人主交战，一年3岁，无言无语，传出灾难真风雨。第2节，因的声音，这个因的声音无通听去，准时变换到天边，因的呼鸣到南方，主为日头红月亮。天房的意思就是天幕就是天幕的意思帐幕。咱来唱第1节甲第2节来唱。首是迄个以赛亚的书咱以赛亚的书是一个迄个专门咧翻译圣经甲信息的一个真好的者这首是所词是所提根据咱的迄个圣经内底诗篇内底。咱第2节咧就念的信息是信息621首。信息621首，勇敢坚定信徒。要找之前我特别讲一个，这信息的来源因为这些信息的歌，迄个旋律是真久的一个旋律。但是伊的歌词是根本上，咱有在捌听过一本册叫做《天路历程》我记我年轻的时候捌看过一本册。其实咱即马
一个1点外前久的关于天路历程的一个电影啊，是卡通。伊内底是讲着啥？讲着16世纪的时阵吼，一个叫做约翰本人吼，伊是一个牧师以后有真大的天赋，就是讲伊写小说吼，伊根据圣经的伊接受着信仰，写一本天路历程这本册，来，伊是一个小说嘛，一个小说是讲啥？讲着有一个人叫做基督徒，有一天伊看册中间有人甲看着讲，敢若迄个大串世界，敢若迄个毁灭，有一个人叫做传道者，传道者来甲伊讲，你着爱出去去天城，去天城，所以伊听到即个代志了后，就出去，经过真侪的苦难甲试验，也拄着真侪人帮助，上尾去到天城的所在。这个简单讲就是天路历程的过程，但是真趣味内底所讲的，甲圣经内底所写的迄一寡道理，拢真同款。所以以后用间对17世纪开始了后，这本册就成做信仰内底有真侪人去看的所在，去看迄个本册。除了圣经以外，天路历程是一个。所以咱怎有机会，咱会使来册房去看这本册，还是讲咱伫咧迄个网络内底去看这个物件，真趣味的，你看了你就感觉讲，敢若伫咱社会中，敢若是咱遇到的信仰，拢真共款的过程，有试炼经过真侪信仰内底的挑战这首圣诗的歌词的意思就是对这个天路历程的一个对所以这是简单做一个介绍。后来咱来唱头一节，咱这个。咱信仰着，咱大家准备心来做这个
咱日是妇女事工纪念主日，伫咱的座位头前有奉献地，请咱关心代祷甲奉献。请安静，带用心来敬拜上帝。祷告。咱所仰望的已经有承认，打着坚固这个承认无摇动，因为迄个应允咱的是信实，搁着大家相看顾，来激起仁爱甲行好，毋通放煞恁的智慧，亲像有人惯势安尼，就是着相劝勉。既然看见迄个日已经近，搁较着安尼。咱三甲来吟诗，学了上帝，献诗200首，请起立。
时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白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的使者，我的主，伊对圣神厚爱，对耶稣满了出世。有你的道应当是果，你是历史万众轮毂，会参与对象永可我，今天我对全能的上帝高义，绝对的来信号我来信仰，我是真实，我是信，中华的信徒相同，对下列有背过我，因为我命。听者。大家用启应文第50篇来应答上帝话。启应文伫圣诗的后面1091页。启应文50篇。至悬上主的神临到我，替我去传好消息，予散舍人。宣布受掠的得到讨放，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安慰所有悲哀的人，伫錫安悲哀的人。欢喜的油代替悲哀，因受称作公义的树。我要用信息甲因报赏，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所有看见因的人会承认因是上主。同心来祈祷。请通阮的天父上帝，你是阮所疼的，阮是你所疼的囝儿。每一日生活伫你的恩典内面，享受因为有你的疼所得到的平安自在，有你的疼所得到的满足甲喜乐。伫即马有2个国家，因用战争要来争取最大，用战争要来争取权势，以使人民无法度有安定的生活。求主你施落权柄，互因无搁再硬因的心，用诚实来互彼此得到和平平静的生活。主，你是带阮出黑暗入光明的主，你是权柄的主，你是听祈祷的主。求你互战争会当来平息。疫情犹原是起落无稳定，恳求主你赏赐互领导者有智慧，面对因所拄着的困难，有对你遐来的智慧来处理困难的事，互阮的人民有体谅、有接纳、有顺服，用感谢来代替批评甲伤害，互每一个人伫疼的环境中会当得到健康，互阮伫生活有自由甲有包容。今年是妇女宣教的事工100周年，今仔日也是妇女事工的纪念主日。恳求主你来纪念伫100年前的安姑娘教师，因带着宣教的使命，勇敢行出宣教的头一步，互妇女宣教的事工，嘛互世界会当来看见，互世代妇女对着因的脚步，扩展妇女的宣教，看见新的境界，传承传福音的使命。伫过去的100年，妇女伫传福音的服侍中，你有赏赐能力甲智慧伫因的身上。阮相信，伫即个世代，你更加无放离，要加倍赏赐能力伫愿意服侍你的妇女身上，以及因手所做的事工，拢会当照主的旨意来行，成就美好的工，来荣耀主你的名。今仔日，无论是伫教会敬拜你，也是伫厝内用网络敬拜你的，大家拢会当平平受到主你的祝福，主你的恩典满满。阮感
感谢你无煞。阮诚心拜礼以上的祈祷，彼时嘛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人讲。
做伙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8章19节到22节，伫台语汉语本后面第9页。马太福音第8章19节到22节。19节，有一个经学师来甲伊讲：“先生啊，你无论倒落去，我要缀你。”耶稣就甲伊讲：“乌里有空，园中的飞鸟有收，独独人子无可头壳的所在。”佫一个学生甲伊讲：“主啊，互我先倒去埋葬我的老爸。”独独耶稣甲伊讲：“你对我出在死人去埋葬因的死人。”请陈美莲牧师讲道，伊的题目是“你敢准备好啊？”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对旧年的年底开始到现在，咱已经有请几啊位神学院的老师来讲道、来陪灵，咱感觉受到极大的鼓励。伫马街来台湾宣告150周年，3月初5的迄个青年献身晚会，嘛有60几位的青年要献身来服侍主。3月初6，咱教会嘛有100多位的兄姐，伫规场2点外钟的礼拜中间，甲北部、东部一寡马街设立的教会的兄弟姊妹，咱做伙伫遐体会马街早前来到台湾宣教的迄种辛苦甲热情。伫迄天，咱嘛有可能感觉非常非常的感动。但是几啊个月过去啊，灵性的造就有可能互你感觉亲像彼得的迄种感觉，就是当伊甲学生，伊甲耶稣徛伫山顶，敢若是爬甲迄个属灵的高峰，伫遐享受有上帝同在的恩典。所以彼得伫遐讲：“哇，咱伫遮真好。”但是兄弟姊妹，爬山也着落山，咱嘛爱面对现实的生活。日子一天一天过，今仔日已经是3月27号，藏伫咱内心的热情要剩偌济咧？热情就亲像是小小的火焰，咱需要加上一寡物件，互伊继续来烧炭。但是要加上什么物件咧？是去参加搁较侪的特会吗？互家己伫内面哪来哪往吗？参加特会真好，但是因就亲像是1年1摆101跨年的烟火，伫几10秒钟了后，就剩一堆的火焰。咱袂当追求迄款放烟火的迄种的属灵的经验，也是咱想讲啊，上帝啊，我来求你，互我搁较侪印证，亲像旧约内面的士师基甸。一个啊，伊要求上帝，互伊的羊毛是淡的；一个啊，要求上帝，互伊的羊毛是干的。用安尼来敲碎、来加强我的信心吗？但是各位，除非上帝对你有特别的呼召，亲像你咧敲碎，是毋是要去做宣教师？是毋是要去读神学院？若无，伫等待这印证发生的代心，咱的热情有可能伫咱每一天的生活操劳内面。渐渐就花去啊！所以咱伫追求讲安怎来维持我对上帝热情甲热心的时，邀请咱大家透过今仔日这段咱真熟，但是咱阁无啥敢去磕的经文来思考，因为一磕就会挑战咱甲世界哪来哪往的迄个价值观，因为咱就会发现，哇，军队耶稣毋是来做礼拜，有奉献有服侍就好。遐拢是外表，甲法利赛人做的拢共款。经文在挑战咱，军队耶稣是爱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甚至互你疼甲毋知影要安怎才好。今仔日这段经文伫路加福音的第9章嘛有，但是马太福音的记载是两个学生因想要军队耶稣。但是路加福音记载是有3位的这个学生想要来跟缀耶稣，这个人拢仰望会当跟缀耶稣，因为当时的耶稣非常的成功，不但会当医病赶鬼，有真侪人想要跟缀伊，
所以这人想要来跟底耶稣，想要来分享耶稣迄个真阳光的国度，所以因拢是热噗噗想要来找耶稣。但是当耶稣对因提出挑战，因想的真侪人就放弃安尼的念头，甚至会找理由，无共款的理由来拒绝耶稣。为什么因会拒绝呢？因较大的热情是伫去倒位啊咧？兄弟姊妹，咱可能会感觉耶稣真爱泼人家冷水。今仔日咱想看觅，老人要来咱的教会，咱求之不得，哪有可能会对因提出挑战？甚至咱会主动将这个福音拍折到，互因感觉上舒适的程度，互因袂感觉受到冒犯。但是耶稣直接提出，若想要跟底我，恁就要面对的一个现实。为什么耶稣要安怎做？要安尼做咧？按照路加福音的记载，这件代志是发生伫耶稣伊决意要去耶路撒冷，伊决意要面对十字架的苦刑。所以耶稣知影讲，伊伫世间的日子无多啊。伊若是凊彩经学生，有热情的、有意愿的拢来，伊安尼是要安怎训练一群的精兵咧？伊若扣的是一群乌合之众。是毋是就伫耶稣上天，罗马人、犹太人迫害临到的时，这个人惊甲就找无半个人啊咧？所以耶稣无爱人，无爱咱，敢若有热情就来跟底伊。甚至伫路加福音14章另外一段做门徒的大家的经文内面，耶稣有明明讲：恁中间什么人要起塔，兼无大声坐落来算迄个所费？看话起到诚袂，也是甚物王出来要甲别个王交战，兼无大声坐伫参谋，看会用10000兵抵挡迄个带20000兵来攻击伊的也袂。安尼恁中间既然无放下一切所有的，袂做我的学生。耶稣爱的学生，毋是一群敢若有热情，但是毋愿意付代价的人。耶稣无强迫遐个人来跟底伊，共款今仔日耶稣嘛无强迫咱中间任何一个人，咱就爱想清楚，才来做决定。咱来看第一个人，伊来找耶稣。马太福音讲，这个人是一个经学师。经学师就是对旧约圣经非常熟的人。伊甲耶稣讲：先生，无论你倒落去，我要跟底你。哇，这句话听起来太好啊！一个有学问的知识分子要来跟底耶稣呢？迄若是咱可能会拍算讲，哇，若这个博士来咱教会，一定会对咱的教会非常的有帮助。但是耶稣无讲进来欢迎你，因为耶稣毋是看外表，耶稣看的是人的心，伊知影这个人的心内是咧想什么。一个经学师、文士，伊是有宗教地位，是受人尊敬的。所以这个人可能会想讲：哦，我若跟底耶稣这个真受欢迎、拄啊夯的老师，我一定嘛受到同款的态度，逐个人嘛一定对我真尊敬。但是耶稣向伊提出一个现实的状况，耶稣讲：你看狐狸有空，空中的飞鸟有收，独独人子无靠头壳的所在。伫遮的空、收、靠头壳，拢表示安稳的所在、安稳安定的环境。耶稣讲：我过生活是安尼哦，我无固定的所在通住哦。我定定是一个乡镇，行过一个乡镇哦。若有人接待我，我才有所在通去；若无，我甲我学生是住伫外面的所在哦。耶稣提出安尼一个挑战。耶稣甲伊讲：你来想看觅，跟底我毋是一条简单的路，毋是参加一个短短3天的夏令营。这个营队结束了后，你就会当转去你迄个真舒适原本的生活。跟底耶稣是爱一世人行出你的舒适圈，爱行出你理想中间你想要爱过的迄款生活来跟底伊。所以兄弟姊妹，真一世人是什么意思咧？就是委身，委身就是咱全人的投入。跟底耶稣毋是今仔日咱去百货公司买物件，你有闲，
内面有拍折，你就去。生忝啊，无你爱买的物件，你就会当随时离开。委身就是无论什么款的境遇，咱军地主的心意拢袂改变。美国有一位牧师，伊写一本册，内面伊挑战基督徒，我感觉非常的好，非常简单，但是真正是插入咱的内心，互咱的一个思考。伊讲，耶稣对你来讲，真正是有价值的吗？你确信耶稣有价值到，互你愿意放弃你世上所有的物件吗？你相信伊，并且完全听叹伊、跟着伊，无论伊要带你去倒位，你拢愿意吗？甚至甲这个社会大众的文化是违背的时、无共的时，你嘛愿意吗？兄弟姊妹，这真正是挑战。咱嘴里唱真容易，主啊，我要跟着你，一世人我要跟着你。但是拄着甲咱的生活、甲咱的文化、甲咱的习惯有冲突的时，咱就倒球转来啊！哎呀，我应该来追剧，也是我来读圣经啊！我应该配合我亲人的想法，放弃教会生活吗？我应该伫责备别人进前，先控制家己的喙舌吗？我应该为着公司，也是头家的要求，做一寡无公义的代志吗？我应该互囡仔伫主日礼拜时间去补习吗？当咱面对信仰的挑战，咱嘛可能不断安慰家己讲，只要搁一届就好啊，无后一届啊。哎呀，无要紧，无人知影。啊，反正大家拢是安尼做嘛。拜托的，即马是活伫圣经的时代，上帝是仁慈的啦。如果我若去做上帝爱我做的代志，那别人因为安尼讨厌我无法度找到机会甲伊传福音呢，所以我甲因共款就好。咱看见真侪人、真侪基督徒是立伫教口的后面，掠上帝之外做挡箭牌。但是军队主耶稣，毋是讲求快速，毋是讲求 CP 值，是咱爱将咱的性命规个奉献互上帝来使用。所以各位兄弟姊妹，信耶稣真简单，但是嘛无简单。因为耶稣的要求是严格的，耶稣爱咱澄清咱家己内心的想法，毋是敢若有一种的热情就来。因为当这个热情消失，当困难迫害临到的时，就互咱无法度记载会了啊。但是要会记哩，这段话毋是互世间一般人的挑战，所以咱袂当将这句话去要求无信主的人讲，你着放落一切来跟地主。这句话是讲互学生听的，是讲互这想要跟地耶稣的人听的，是讲互坐伫这自认是基督徒的人听的。耶稣讲：雨雷有空，空中的飞鸟有收，独独人子无可投靠的所在。兄弟姊妹，当你真水气讲，我要跟对主的时，请你搁一届计算迄个代价，你敢愿意付？圣经无甲咱讲，这个经学师伊安怎回应，所以这个邀请嘛是耶稣互你的邀请。如果跟对主是安尼的一条路，你愿意跟对我吗？第二个来问耶稣的是一个早就跟对耶稣，伫耶稣身躯边的一个学生。路加福音讲，这个人有可能是耶稣非常欣赏，认为讲伊会当伫传福音的时光内面做甲真好真好的一个人，所以耶稣去邀请伊来跟对耶稣。这个人是提出一个条件，讲主啊，互我先倒去埋葬我的老爸。伫遮，咱爱先理解犹太人埋葬的代志。犹太人埋葬的代志，甲咱无共款，有因特别的规矩。当一个人过身，犹太人会伫迄天，也是无超过2天的时间，就紧将遗体清气好势，抹香料，用特别的布甲填起来，然后放伫一个已经画好，咱看起来敢若是山洞的墓的内面。1年了后，这亲族会阁转来这个墓，将骨骸扣好势，放伫瓮的内面，然后举行第2摆的安葬。
所以即个人会讲：主啊，互我先倒去埋葬我的老爸。这表示伊的老爸毋是迄空过身的。若是迄天过身的，伊根本无法度出现伫耶稣的身躯边。所以即个人讲的有可能是第二摆的安葬。但是嘛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即个人的老爸要活着，所以伊要求耶稣，互伊先转去奉台伊的老爸，等伊的老爸过身，才来分底耶稣。兄弟姊妹，这听起来真有道理啊！要举行第二摆的安葬，要安养老爸，所以耶稣的回应听起来较无道理呢。耶稣竟然回应伊讲：“你缀我出在死人去埋葬因的死人。”路加福音嘛有加一句讲：“你去互这死人埋葬因的死人，但是你去传播上帝的国。”哇！咱若对圣经无熟的人，咱会感觉讲耶稣真不好，基督教真不好。但是耶稣伊知影，这只不过是即个人的借口。因为咱转来看，即个学生称呼耶稣是啥？主啊！伊毋是亲像第一个人称呼耶稣是老师。主啊！即个字袂当乌白乱用。当你称呼耶稣是主，这表示你愿意互耶稣掌管你的一生，你愿意承认耶稣是你生命的主宰。所以耶稣对伊的回答看出伊的言行不一致。伊跟底耶稣已经有一段时间，表示伊的老爸若伫地，嘛有其他的亲人在照顾啊。但是伊称呼耶稣是主，就应该将主的代志放伫上大先。毋过伊即时较甲主讲：歹势，容阮我大先。兄弟姊妹，这甲咱敢若有淡薄共款，咱口口声声讲主啊，我是你的学生，但是当耶稣邀请咱搁进一步时，咱甲倒球啊！耶稣伫遮互咱的挑战是啥？对人的角度来看，转去埋葬家己的老爸，也是奉台老爸，是一件正确的代志，无毋对的代志，世界价值观肯定的代志。但是，咱袂当用一个正确的代志来当作借口来提示，也是拒绝耶稣的呼召，因为这牵涉到你性命优先顺序的问题，就是你看什么才是上重要的。当咱唱诗歌祈祷讲主啊，你是我的一切，我上爱的是你。但是，伫咱做决定的时，敢真正将上帝放伫上重要的位置？甚至是上正确的代志，拢无法度取代的地位咧。我阁讲一届，即句话是互要做学生的人听的，毋是互一般还未信主，也是拄仔信主的人听的。所以，如果你真正是认定耶稣是你的主，你就无有任何正确的代志会当来取代上帝的国度、上帝的眼光、甲上帝互你的使命。但是真侪基督徒甲即个学生共款，回答讲：主啊，我服侍你，但是互我大心。耶稣讲：你缀我出在死人去埋葬因的死人，这是双关语。第一个死人是讲即个灵性的死，第二个死人是肉体的死。耶稣的意思就是讲，互遐灵性死的人去办理、去埋葬死人吧。你这个灵性活的人来跟缀我吧。看到这，我突然间有一个觉醒。原来耶稣看一个人，毋是看伊的土气，敢会晓办代志，就算伊是有灵性的。一个家己讲我是主学生的人，若无将上帝的代志放伫内心，伫上帝眼中，这个人嘛是一个灵性死去的人。兄弟姊妹，你的灵性是活的，也是死的？你敢将上重要的位置留予耶稣？耶稣爱的，毋是咱内心存落来一个小小的角落。耶稣要挑战所有跟缀伊的人，你敢愿意将生命的主权交出来，完全交出来，予我来使用咧？
第三个人是路加特别录的记载，有一个人主动来甲耶稣讲：主啊，我要跟缀你，总是准我先去甲家内的人相识，甲厝内的人相识，将厝内的代志安搭好势，这嘛看起来非常有道理。但是处理这个代志需要偌济时间呢？这个人无讲一个期限哦，所以有可能是活现代人的用语来讲。有可能是等伊退休才来服侍主吧。另外，这个人若转去厝里，甲伊厝内的人讲：啊，我要去跟缀耶稣。厝内的人可能会用逐样的人情世事来阻挡伊。哎呀，你还未娶某生囝呢？哎呀，等你有孙仔出世才讲啦。哎呀，你厝还未买呢？啊，你先去台积电趁几年才来讲啦。兄弟姊妹，其实咱知影，咱四周围的人情世事有偌济。这个人若一转去，伊敢有法度抵挡对亲友来会安尼阻挡？伊跟缀主的心志，敢有法度赢过这人情、这世面呢？耶稣毋是反对人甲亲友见面，耶稣是惊这个人跟缀耶稣的心志，会互对人来的阻挡来切断。所以耶稣伫遮用一个比喻来形容，既拿手换犁马来看后面的无合伫上帝国。农夫伫犁田，一定是手换着犁，然后目睭向前看，伊犁出来的田才会得。但是若手换犁向前越头看的人咧，伊犁出来的田一定是歪的。这嘛，互咱想到旧约一个故事。就是创世纪内面一个叫做罗德伊的故事。上帝甲罗德讲：你大个城市索多玛非常的犯罪太重，安怎拢无法度悔改，所以我要毁灭这个城市。上帝吩咐罗德：恁全家爱紧往山顶走，并且恁袂当越头看。但是罗德带伊的某、带伊的囝、带伊的查某囝伫走的时，罗德的某越头看，伊留恋伊的产业，伊越头一看，变做一支的盐条。所以耶稣伫遮提醒即个想要跟缀伊的人：你若想要跟缀我，毋通三心两意，毋通留恋过去一切，因为你安尼是无合伫上帝国，无合伫伊的原文是啥？无合用，无适合。所以耶稣的意思非常的直接。如果咱对上帝国毋是专心一意，咱无适合入上帝国，因为伫上帝国内面，咱唯一爱做的就是啥？专心向主。所以你若是留恋过去的一切，你哪有适合入去上帝国咧？真出名意大利的男高音帕瓦罗蒂，伊天生有一个好歌喉，伊真爱唱歌。但是伊嘛真想要做一个小学的老师，所以伊就想看觅，伊就想讲，伊到底要做唱歌的，也是要做小学的老师，伊伫遐想。但是伊嘛知影讲，伊若两项都做，有可能两项拢做无好，所以伊非常的苦恼。但是伊老爸甲伊讲一句话，讲：囡仔，你袂当一个人坐两个位，你若安尼做，你会对两个椅仔中间落落来，你敢若会当选一个位坐？所以即个帕瓦罗蒂伊就专心选择伊要唱歌，伊嘛真做非常优秀的音乐家。兄弟姊妹，跟缀耶稣嘛是安尼，咱袂当一骹选择跟缀耶稣，另外一骹去选择咱所爱的去行，安尼咱无法度专心，嘛无法度有决心。路加福音嘛无讲即个人到底是做什么款的决定，所以这嘛是耶稣互你的一个邀请。你愿意专心，永远无回头来跟缀我吗？容阮我阁强调一下，这个邀请毋是互这个还未认捌主的人，嘛毋是互拄仔认捌主的人，这个邀请是互愿意跟缀主的学生。所以兄弟姊妹，这三个人，耶稣这三个邀请，也是互咱所有的人的一个邀请。不管你是一出世就是基督教的家庭的，
也是你是后来甲信主的，你拢爱面对即个邀请，你会当做选择。因为耶稣毋是爱咱上偌济的文道培训的课程，耶稣毋是爱咱上真济造就，你读几啊十摆的圣经。耶稣是爱咱伫生活内面真实跟对伊，真实的意思是啥？就是按照主的话，实践耶稣互咱的使命。所以耶稣毋是要求咱爱做偌济服侍，伊仰望咱的灵性是活的，愿意将伊的代志放伫第一要紧，毋是干那一个会晓做代志，毋是一个死的灵性的人。所以兄弟姊妹，跟对耶稣是爱付出代价。跟对耶稣毋是一种抽象的心灵的感受。哦，我感觉足受安慰的，毋是，嘛毋是自我催眠，讲哦，我以后会当上天堂真好，嘛毋是自我感觉良好，我比遐毋捌主的人较高尚。跟对耶稣是具体的，是爱活出见证的一种生命款式。所以兄弟姊妹，你准备好啊吗？咱做伙来祈祷。主，今仔日，阮看见经文，你对这3个学生所提出的挑战邀请，同款嘛是对阮所提出的挑战甲邀请。主啊，恳求你，互阮停止无小无冷的性命，互阮停止灵性死的安尼程度，互阮会当行出来，互阮愿意甲主耶稣有结连，互阮将阮的灵命来甲你结连，然后是一个活的生命。主，恳求你帮助阮所有兄弟姊妹，特别伫即个真黑暗的时代，伫一个真犯罪罪的时代，阮要安怎来行出好的见证？主，毋是靠阮家己，因为靠阮家己，阮绝对无气力。主，阮知是靠你，就恳求你的热情，你的呼召时刻放伫阮的内心，也赏赐互阮勇气，会当做出一个有智慧的选择。主，阮会当伫你的面前讲，主啊，阮备办好势啊，请你差遣阮。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咱做伙来读两遍。好利有空，其中的鸡鸟有收，独独人子无靠头壳的所在。马太福音8章20节。好利有空，其中的鸡鸟有收，独独人子无靠头壳的所在。咱再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敬诗621首，请起立。
谢妇女团体，请兄弟关心奉献。请兄弟到1楼来摕2022年4月到6月的时间圣工祝福表，也是上网络来看咱真咱讲的读经。下面请牧师奉献的部分后错误，请向中职来敬正。周间的聚会以及下周时间的侍奉者，请咱家己看。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先人。好，咱有几点的补充报告。第一点就是咱教会姊妹李应轩伊的公公吼，伫顶礼拜拜三咱有举行个别礼拜，所以伫遮今仔日因全家吼，伊甲伊的先生嘛有来到咱中间聚会，吼，咱嘛为着因来祈祷，吼，继续为这个家庭来祈祷。咱想要请应轩甲这个李先生，你们也站起来，吼，我们好继续为你们祷告，吼，好，请坐。好，第二件就是今仔日是妇女的主日，吼，咱妇女团体是每礼拜拜5的下晡1点，吼，所以欢迎所有的姊妹拢会当来参加，伊无分年龄层，吼，就是所有的姊妹，你若有迄个时间稳准，你会当过来，或者伫遮来活跃，吼，咱会当来参加妇女团体。第三，今仔日咱伫咱的教会现场看到迄个点名机，吼，就是因为咱的教会，吼，总会选做是有特色的教会，所以伫这几工开始，吼，因遮个导演、遮个记者，因会来摄影，也是来访问吼咱的教会，所以这2、3礼拜中间吼，咱因会来做安尼的代志吼，所以咱嘛欢迎吼，今仔日这个导演吼、导演吼，伊伫4楼遮吼，导演吼，咱嘛欢迎伊，啊，加多一个记者吼，伊嘛伫遮吼摄影吼，所以兄弟姊妹，你免有压力吼，吼，就是讲咱着平常安尼聚会就好啊吼，所以各团体也是所有的聚会吼，因拢会来吼，甲咱来翕安尼一个摄影吼，做一个纪录片吼，所以咱嘛望讲，这嘛是上帝互咱的一个机会吼，伊咱会当受选吼，有一个特色的教会吼，咱嘛真欢喜。好，第4就是咱伫4月17号吼，咱有一个迄个国外节的一个活动吼，伫上山车头遮，咱即马请曾庆元长老来甲咱补充。今仔日咱若早起有收到教会发出的迄个群组内面有一张迄个图片，吼，即张图片嘛欢迎你会当发互你的朋友，邀请因来参加。兄弟平安，而且代表中纪会各事工组来甲报告4月17日的这个国外节伫松山车站这个圆顶广场的这个活动。咱即届是算第2届国外节第2届的这个圆顶广场的活动，兔子彩蛋大乐活，大乐活其实应该是讲大富活，啊，但是这个场合是较无用阮宣告。所以咱用这个大乐活，啊，国事工组来，这是咱去年的国外节，嘛是共款这个兔子彩蛋这边各款，啊有这个拍卖，啊有这个折气球，啊有这个彩蛋，这个彩绘，啊这个活动下一页，啊咱这个目的就是讲，因为咱教会这个国外节算是咱教会内面足重要，甲圣诞节会当讲差不多的这个重要的这个教会节日吼，所以咱希望咱上山家庭每一个兄弟拢会当来参与，吼，来传达，吼，互咱的厝边这个国外节的好消息。下一页，咱就是伫4月17礼拜日，吼，下晡1点半开始到4点半，应该是4点半。伫这个圆顶广场，咱有传道组、礼拜组、萨摩尔牧区、关怀组、单一牧区、数位传播总务，咱差不多总动员来参加。啊，另外就是咱有邀请3个这个公益的 NGO 的机构，第一个就是希望共好协会，第2就是关怀老留儿童协会，第3就是牧者人社，就是咱头前摆摊的这个浪人食堂来参加。来参与，下一页。咱即届吼，即届就是讲，共款有这个折气球，有彩绘蛋，啊，另外咱搁有这个二手新物大富活，就是望兄弟，伫今仔开始到4月初10，就是国外节前1礼拜，
无用过新的物件，较无咧用的，会当来捐互教会咱做即个歹卖即个算义卖，咱即届较特别就是将即个义卖所得做咱教会建堂的基金即个有希望讲校摊位义卖所做然后咧关爱协会就是嘛是同款搁有即个鱼烧就是真送互来宾另外较特别的就是下一页较特别的就是咱即届有几个亮点第一个就是讲咱有参加兄弟有参加即个北部大会拍解150周年的庆典，咱就有看到舞台上真侪对儿童到少年拢有咧跳舞用即个舞蹈咱逐礼拜坐遮拢无啥叮当着敢若随咧叮当所以咱即个音乐的专家，咱的詹丽佳老师对日本进口一个足特别的舞蹈，咱等下会放一段互咱看过来2、3礼拜大家爱来练习李佳老师会带咱来练习上尾咱再放出来这是第一个亮点。第二个就是讲，咱感觉讲有真侪即个，特别是印尼的义工看护，特别咱教会至少有5个中队有即个看护，咱即届足欢迎即个长辈甲义工会当来到现场，到这圆顶广场现场，咱有准备小礼物要送互你的印尼的朋友嘛是欢迎伊的，欢迎邀请伊来参加另外就是咱敬拜赞美团的即个音乐的演唱，嘛会选几条这个印尼相关的歌曲来欢迎伊下一页，不要紧，总共就是讲，像牧师讲的，咱爱有热情啦，莫干那来参加聚会尔，咱爱走出去往4个17，大家来做伙跳舞，做伙来参加，做伙摕新的物件来做拍卖，来为着建堂的代志来关心，咱邀请即个兄弟来参加，咱上尾来放即个日本进口即个舞蹈，互大家看，大家爱记的。下礼拜开始，李佳老师带咱来练习。以上，感谢。跳过一届，我有淡薄仔一点仔概念所以相信大家练会起来迄讲的迄个概念就是讲，若即个音乐一出来，咱所有会晓跳的人就出来迄个广场跳，就敢若一个快闪舞的概念安尼所以真趣味，咱会当家己练习好，即时咱来祈祷，咱来为着世界来祈祷咱伫生活伫一个真平安和平的台湾，但是咱看见伫乌克兰的所在，真侪人伫遐受苦咱为着即个所在来祈祷，嘛为着台湾咱伫这几工即个疫情嘛有较严重一寡咱呼求主的怜悯帮助，嘛为着伫各地宣教的宣教师祈祷，嘛为着华人的姊妹培文，为着身躯欠咱的姊妹。兄弟姊妹，慧玲姐、淑胜老师、明珠姐、俊行兄、秋菊姐、邱玉姐、应轩、钟贵兄、庆和兄、秀恩姐、志金姐、德雄兄、张老师、米霞姐、米兰姐、邓妈妈、龚琪姐、陈其雄长老、阿秀姐、怡礼、素梅姐、方梅姐、谢林兄、明理姐、谢平兄、阿菊姐、郭元兄、东龙兄、丽珍、美珍、幼庄兄、李雀老师，咱为着这个兄姐，为着咱所关心的这个亲人，咱开嘴来祈祷。
主啊，伫迎子搁偌济的大心，阮爱心迎子受难日。主，阮恳求你帮助阮兄弟姊妹，当你要去到耶路撒冷，你决意要将十字架倒落时，对人提出挑战，你愿意来跟缀我吗？主啊，这嘛是你对阮现代基督徒所提出的挑战。阮生活伫真舒适的环境，阮有时袂记你主你的恩典，阮有时袂记你为着阮受难的痛苦。主，恳求你帮助阮，当你搁一届邀请阮，你愿意跟缀我的时，互阮会当勇敢回应你。主啊，我愿意。主帮助阮，会记你十字架顶你为阮所流的宝血甲牺牲，帮助阮会当愿意用阮的性命来回应、来跟缀。主，阮要为着阮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找着兄弟姊妹肉体的病痛，也是心灵的忧伤，恳求你医治，恳求你帮助。也做兄弟姊妹伫面对可能是工作内压力、学业的压力，也是人际关系的压力。主，恳求你拢来帮助，赏赐智慧。主要真侪兄弟姊妹因伫面对亲人过身，因失去亲人的迄种的孤单、迄种的痛苦，也恳求主你同在，你安慰。主，阮也要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主，当阮伫做侪事工的时，恳求你，互阮无忘记你。主耶稣，你是唯一的主，是阮爱仰望的。帮助阮所做的拢合你的心意，也帮助阮欢喜来做，欢喜来传扬。主，阮也要为着阮真侪伫世界遮宣教的宣教师来祈祷。真侪人阮毋捌伊的名，总是主，阮相信你看顾因，保守因。特别为着伫一寡真危险的所在传福音的宣教师甲因的家庭祈祷，恳求你保守因的平安。也为着阮的台湾来祈祷，帮助阮台湾人会当有较济来认捌你，帮助阮这基督徒有气力行出生活见证，来影响四周围遐还袂信的人。主要恳求你怜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已经失去你创造的时的迄款的特殊甲美好，所以人甲人的中间，国甲国的中间拢出问题，万甲万民的中间也出问题。主，恳求你的怜悯，也恢复这个世界，帮助即时伫乌克兰会遐尼大的一个战争。主，恳求你的怜悯，恳求你停止遮个想要掌权的人因内心的邪恶。主，也帮助所有基督徒愿意做声来替乌克兰这个所在来祈祷。主啊，恳求你怜悯这个世界，也有真侪所在伫疫情非常严重的所在，恳求主你的怜悯看顾。阮将阮家己交伫主你的手里，恳求主你使用阮。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时来念圣诗381首，381首。临时后，请陈牧师祝祷，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界无尽。阿门。Amen.
开心看到大家，我们一起来到教会里面，我们一起准备来敬拜赞美神。然后在礼拜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先练习今天2首新歌颂扬的诗歌。第一首呢，在新歌颂扬的第298首叫做《我要称颂主》。那这首歌呢，我一共唱2次半。好，那我们就跟着敬拜赞美团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用这首歌，一起来称颂我们的主哦。我要称颂。将荣耀归给他。神，我们聚集在一起。那希伯来书10章23节也说，我们要坚守所确认的指望，毫不动摇，因为应许我们的那位是信实的。所以我们相信，我们坚守我们信仰上面的道路，上帝一定会丰丰富富的将他的恩典来赐予给我们。那今天的另外一首诗歌是在新歌颂扬的第196首，献自己做火祭。一样，我们这首歌来唱2次。我将自己献上，当作馨香的火祭。我将自己献上，当作馨香的火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是神所喜悦的。我将自己献上，当作馨香的火祭。当作馨香的火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是神所喜悦的。
让我们预备心来准备今天的礼拜。今日为妇女事工纪念主日，请兄姐关心奉献，奉献在椅子背后。请用安静敬虔的心来开始今天的礼拜，请奏乐。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一起来唱诗歌，新歌颂扬298首，我要称颂主。积极力。
告上主的恩年，安慰所有悲哀的人，为西安悲哀的人。喜乐的油代替悲哀，称他们为公义树。我要凭诚实施行报偿，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为人所知。凡看见他们的，必承认他们是上主所赐福的后裔。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你是全能的神，在人不能，在你凡事都能。你说有就有，你命立就立，你的能力充满了宇宙天地。天父，我们感谢你，软弱的你加能力，疲乏的你加力量，凡等候你的必重新得力。求你借着你的圣灵，将你的能力天天充满浇灌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如一展翅上腾。主啊，也求你赦免我们没有凡事交托，凡事仰望，因此我们经常活在忙乱、焦躁不安、埋怨、挂虑、担忧的境况中，使我们的身心灵健康跟睡眠、生活品质都大大受到亏损。主啊，我们没有保守一颗单纯的信心，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与指引。求你赦免我们，并且救我们脱离罪恶，让我们进入你光明的国度，成为你的儿女，活在有你掌权的得力与得胜的生活中。主啊，愿你的爱充满我们，在这个快要进入主耶稣受难纪念节、复活节的节期，我们用最虔诚的心反省我们的过错及小信，我们用最大的感谢来进入主你大的恩典的拯救中，使我们能够跟你同死同埋葬，并且与主同复活。主啊，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的心来参加聚会，将重担交托在你面前，求你的爱来浇灌我们，让我们在敬拜中、在祷告中都得到饱足，也求主亲自引领我们，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爱的教会，成为不自私的教会，让我们教会成为有信心、有使命感、有服侍的属灵家庭。主啊，我们这样奉主耶稣的名求祷告，我们诚心献上这样的祷告，阿门。这时我们也要依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祈祷文同声祈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罪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起来攻读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第8章19到22节，在中文和合本修订本圣经第13页。有一个文士近前来对他说：“老师，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许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讲道请陈美玲牧师讲道，题目是“你预备好了吗？”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从去年的年底到现在，我们已经请了好几位神学院的老师来讲道、来陪灵，我们也感觉到受到极大的鼓舞。在马偕来台宣教150周年3月5号的青年献身晚会，也总共有60几位的年轻人，他们献身要服侍主。3月6号，我们的教会也有100多位的弟兄姐妹，在整场2个多小时的礼拜当中，我们一起和北部和东部一些马偕所设立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体会马偕他早先来台的时候那种辛苦和他的热情。在那天呢，我们也可能感觉我们会非常非常的受感动。可是好几个月过去了，这几个月以来，灵性的造就、灵命的造就，可能会让你觉得呢，好像跟彼得有同样的感觉，就是彼得跟耶稣在山上，然后呢，他们呢，这彼得感觉非常好，所以他跟耶稣说：“哇，我们在这里真好。”可是弟兄姐妹，我们爬山，我们也要下山啊，我们也要面对许多每天冲击我们的一些日常现实的生活。今天已经是3月27号了，放在我们内心当中的热情还剩多少呢？其实热情就像是小小的火焰，我们都需要加上一些东西让它继续的燃烧。但是要加上什么呢？是参加更多特别的聚会吗？让自己感觉越来越热情吗？参加特会很好，但是那些就好像是101大楼每年一次的跨年烟火，在几十秒钟之后就剩下一堆烟。所以我们不能追求那种放烟火式的属灵经验，也或者我们会想说：“主啊，我要跟你求更多的印证，再来说。”如同我们旧约里面，我们看见一个叫基甸的士师，他一下子呢求神给他的羊毛是湿的，一下子呢求神让他的羊毛是干的，用这样子来寻求神。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加强，来寻求神。可是除非上帝对你有特别的呼召，就像你在寻求你是不是要去当宣教师，你是不是要去读神学院，否则当我们无论什么事情都在寻求神，都在寻求印证的时候，我们的热情可能就在我们每一天生活超凡里面渐渐的就消失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维持我们对神的热情，对神的热心呢？邀请大家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考。但是这段经文相当的有挑战，因为它挑战了我们和世界越来越接近的那个价值观。因为我们透过这段经文，我们会发现，跟随耶稣不是来做礼拜，不是有奉献，不是有服事就好了，这些都是外表，和法利赛人做的没有两样。经文在挑战我们，跟随耶稣是要付出代价的，甚至呢，这些代价会让你痛到你不知道该怎么样才好。今天这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第9章也有出现，但是马太福音出现的是2个学生，他们想要跟随耶稣，但路加福音是有3个学生，他们想要跟随耶稣。这些人想要跟随耶稣，是因为当时候耶稣太红了，他不但呢会医病赶鬼，很多人都是追随着他，所以他出现的时候，身旁老是围着一群人。所以很多人想跟随耶稣，是因为他们想要分享耶稣那看起来很成功、很荣耀的国度。他们呢是非常带着热情来找耶稣。但是当耶稣对他们提出挑战，他们想一想就放弃了这个念头，甚至呢他们会以不同的理由来回绝耶稣。为什么他们会拒绝呢？不是很多人他们很想要跟随耶稣吗？他们的热情去到哪里了呢？
可能我们会觉得耶稣很爱泼人冷水。今天呢，如果有人来到我们教会，我们求之不得，甚至呢，我们呢不敢对他们提出挑战，我们呢会把福音打折到呢，让他们觉得很舒适。我们不谈罪，不谈审判，让他们呢觉得不被冒犯。可是耶稣在这边提出一些的挑战，给这些想要跟随他的人。耶稣提出一个现实的状态。为什么耶稣这么做呢？按照路加福音的记载，这件事情是发生在耶稣他要上耶路撒冷前的一段时间的一个记载。耶稣他决定呢要去面对十字架的一个苦刑的一个记载。所以耶稣知道他在世界上的日子不多了。他呢如果随便呢什么人都好，什么人都可以成为他的门徒，有热情的有意愿的都来，那他怎么训练一群精兵呢？这些乌合之众，就如果呢耶稣升天了，如果呢遇到罗马人，如果遇到犹太人迫害的时候，这些人呢是不是害怕到都跑掉，找不到任何人了？所以耶稣他不是要人带着热情来找他就可以。甚至呢在路加福音14章还有另外一段做门徒的代价的经文，耶稣在这边有说，你们哪一个盖一栋楼，不先坐下来计算费用，看能不能盖成？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不坐下来先衡量他能不能用1万个兵去抵挡那领2万个兵来攻打他的呢？所以这边耶稣告诉所有的人，我要的不是一群热情带着热情想要来跟随他的人，而是一群呢愿意付出代价的人。耶稣没有强迫这些人，耶稣是提出挑战，愿不愿意呢在于他们自己的选择。同样的，这段经文耶稣也没有强迫我们任何人，但是我们必须想清楚才来做决定。第一个人来找耶稣，耶稣说，这个马太福音说这个人是个文士。文士就是对旧约经文非常熟悉的人。这个人告诉耶稣说，老师，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哇，这句话听起来太好了。一个有学问的知识分子要来跟随耶稣，要是可能我们心里就会打算说，哇，如果一个博士来到我们教会，一定对我们教会非常有帮助。可是耶稣没有说赶快来欢迎你，因为耶稣看的不是外表，耶稣看的是人的内心，他知道这个人实际上在想什么。一个文士他是有他的宗教地位，他是被人尊重的，所以他可能会认为说，我如果跟着耶稣这个老师，我一样也会得到同样的尊敬吧。可是耶稣提出一个很现实的一个状况，耶稣告诉他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在这里的洞、窝、枕头都是表示很安稳的生活，很安定的环境。耶稣对这个文士提出挑战说，你好，你说你要来跟从我，可是我过的生活是这样子的哦，我没有固定的地方住哦，我通常呢是一个乡镇走过一个乡镇，如果有人接待我，我就有地方可以住；如果没有人接待我，我就是睡在外面哦，连枕头都没有。你愿意这样子吗？耶稣要这个人想想看，跟随我不是一条简单的路哦，不是你参加一个3天2夜的夏令营结束，你回去你自己的被窝，回去你自己原本舒适的生活哦。跟随耶稣的意思是我们一辈子，我们要走出我们的舒适圈，走出我们理想中我们想要过的生活的样子，来跟随他。什么叫做一辈子？一辈子的意思就是我们必须要委身，委身就是我们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我们这个人全然的投入。所以跟随耶稣绝对不是你去百货公司，今天你有空，今天遇到百货公司有打折，你就去。逛累了，没有你想要的东西，你随时可以离开。不是，跟随耶稣绝对不是这样。委身就是无论我们遇到任何的环境，无论环境的好坏，我们跟随主的心意都不会改变。美国有一位牧师，他写了这样的一本书，他挑战所有的基督徒。其实我觉得这些问题都很简单，我们也常常会想到，可是我们真的把这些问题放进我们的生命当中来面对吗？这个牧师写说，耶稣对你来说是真的是值得吗？你确信耶稣值得让你丢弃世上所有的一切吗？
你相信他，并且是完全听从跟随，无论他要你去到哪里，你都愿意吗？甚至呢，在遇到和社会大众的文化背道而驰的时候，你也愿意这样子跟随他吗？这真的是一个挑战。我们嘴里讲，我们嘴里唱很容易，主啊，我要跟随你，我一辈子都要跟随你。但是遇到和我们的文化、生活、价值观、习惯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就整个又缩回去了。哎呀，主啊，这个时间好放松哦，我是来追剧呢，还是来看圣经呢？主啊，礼拜天我应该配合家人的想法，还是放弃教会的生活呢？啊，我在责备别人之前，我应该先控制自己的舌头吗？哇，老板要我做这件事情，这么不公义的事情，我应该做吗？啊，我应该让我的孩子在主日礼拜时间去补习吗？当我们面对信仰的一个挑战，有时候我们也不断的安慰自己，哎呀，只要一次就好，不会有下一次了，啊，不要紧啦，反正没有人看到，反正大家都这么做啊，世界上所有人都这么做啊。哎呀，拜托，我们现在是活在圣经的新约的时代耶，上帝是慈爱的啦。哎呀，如果我去做上帝要求的事情，如果别人因此而讨厌我，我就没有办法找到机会跟他传福音啦。所以我跟大家一样就好了。我们看见很多人是躲在借口的后面，我们拿着上帝的慈爱来做挡箭牌。可是跟随耶稣，并不是一个讲求快速达成、马上达到有 CP 值的一个跟随耶稣，而是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整个奉献出来，我们必须要委身。所以耶稣的要求是不是很严格？真的很严格。有人说信耶稣很简单，但是信耶稣也不简单啊。耶稣要我们澄清我们自己的心意，而不是只凭着一股的热忱。因为当热情消失的时候，当困难、当这个迫害临到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失去了我们跟随耶稣的心志。但是要注意的是，这段话不是给世上一般人的挑战。你不能拿这句话去要求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说啊，你要放下一切来跟随主。这段话是讲给门徒听的，是讲给要跟随他的人听的，是讲给所有坐在这里自认是基督徒的人听的。耶稣说，湖里有洞，空中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当你可以很轻易的从你嘴巴讲出主啊，我要跟随你的时候，请你再一次来计算这个代价，你愿不愿意付？这段经文当中是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人他是怎么回应，所以这个邀请也是耶稣给你的邀请。如果跟随我是这样，你愿意跟随我吗？第二个来跟随耶稣的是一个早就跟在耶稣身旁的一个学生。路加福音说，这个人可能呢，他很好，所以耶稣觉得呢，哇，如果能够把他留在他的事工团队里面，一定是非常的棒。所以耶稣去邀请他来跟随。可这个人提出一个条件说，主啊，让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这里我们必须先理解犹太人他们关于丧葬的事情。犹太人丧葬的事情跟我们不一样。一个人过世，犹太人会在当天或是在48小时之内，赶紧把遗体给处理好。他们会先洁净这个遗体，抹上香料，然后用布把它缠起来，放在一个已经挖好、看起来很像是山洞一个洞的一个坟墓里。1年之后，这些亲人会回来坟墓里，把这个骨骸捡好，放在瓮的里，进行第2次的安。所以这个人让我先回我的父亲，不是的，是他根本耶稣的身边讲这些话，讲的可能就是葬1年，这个人的者，所以他耶稣说，让我先回去养我的父亲，父亲过世之后，你葬先奉养好重要啊，很
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讲上帝的国。哇！我们只看到这个经文，我们不了解基督教真的很不孝顺呢，连父亲都丢，连这个重要的事情都丢弃。但是，这不过的借口。我们想一下，这个人怎么？他称呼耶稣是，他不像人称呼耶稣是老，所以弟兄能够随便从你的嘴巴称呼我要跟随你这个字。当你主，这愿意让耶稣，你愿意承认耶稣是你。所以他的回答让耶稣看出他这耶稣有一段的表示，如果活着已经亲人在奉，但是他称呼耶稣是主，应该呢他要把耶稣的事摆在最优先。但是此时他却告诉耶稣说：“耶稣不好意思，让我先回去。”让我先做这些事，再来跟随你。弟兄姐妹，这是不是和我们的借口常常是一样的呢？我们口口声声说我是耶稣的门徒，我跟随耶稣，但是当耶稣邀请我们更进一步的时候，我们却退缩了。耶稣在这里要挑战我们的是什么？从人的角度来看，回去埋葬自己的父亲，或是奉养父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可是我们不能够拿一件正确的事情来当成借口，来推辞或是拒绝耶稣的呼召，因为这牵扯到你生命优先顺序的问题。你看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当你坐在这边唱诗歌，当你祷告说：“主啊，你是我的一切，我愿意，我最爱的是你。”但是当你做决定的时候，你是不是把上帝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甚至是连最正确的事情都没有办法取代的位置？我再强调一次，这句话是给要做门徒的人听的，不是给一般的基督徒，也不是给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或是刚刚认识主的人听的。如果你真的认定耶稣是你的主，就没有任何正确的事情能够取代上帝的国度、上帝的荣耀和上帝给你的使命。但是我们看见许多基督徒的回应和这个学生一样，他回答说：“主啊，让我先。”我们看耶稣怎么回应他。耶稣说：“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来跟从我吧。”这句话是相关的一个表达。第一个死人代表是灵性的死，就是你看起来很像活人，可是你的灵性是死的。第二个死人是肉体的死，就是真的断了气的那个死人。耶稣的意思是说，让那些灵性死的人去办理埋葬死人的事情吧。你这个灵性活的人来跟随我吧。所以看到这边，我有点吓一跳。原来耶稣看一个人，不是看他会不会呼吸，不是看他会不会办理事情，就算他是一个有灵性活着的人。一个说我是耶稣的门徒，却不将上帝国的事放在优先的位置，在耶稣的眼中，这个人也是一个死去的人呐，他是一个灵性死去的人呐。所以弟兄姐妹，你是一个死掉的人，还是一个活着的人呢？你愿意把最重要的位置留给耶稣吗？耶稣要的不是我们心中那一点点小小的角落，他要的是我们全人将我们生命的主权交出来，让他使用。第三个，这个人我们在马太福音找不到，这是路加福音特别有的记载。有一个人主动告诉耶稣说：“耶稣啊，主啊，我要跟随你，但是容许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又是一个容许我先怎么样的一个人，再来跟随你的一个人。可是看起来很有理由啊，跟家里的人辞别，先去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再来跟随耶稣，很有道理。可是处理这些事情需要多少时间啊？
这个人没有讲一个期限哦，所以很可能，换句现代人的话来说，很可能是等他退休之后吧。另外，这个人回到家里，告诉他家里的人说：“我要跟随耶稣。”家里的人可能会告诉他：“哎呀，你还没有娶妻生子呢。哎呀，等你的孩子生了孙子再说吧。哎呀，你房子还没买耶。哎呀，你先去台积电赚个几年再说吧。”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身旁的人情世故太多太多了。如果这个人一回去，他有办法抵挡从亲友来的阻挠，他能够跟随耶稣的心志，会胜过这些亲人来的这些人情世故吗？耶稣不是反对人跟亲友见面，耶稣是怕这个人跟随他的心志会被从人而来的阻挡给切断。所以耶稣用一个比喻来说明，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上帝的国。我们想想，一个农夫他在耕田，一定是他手扶着犁，而且往前看，他犁出来的田才不会歪。如果一个农夫他手扶着犁，他是往后看，他往前走呢，你觉得他走出来的路，犁出来的田会是直的吗？不，一定是歪的。所以这个让我们也想到一个故事，就是创世纪里面有一个叫罗德的，他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住的城市所多玛犯罪极大，怎么样都不悔改，所以神说我要毁灭你所住的城市所多玛。可是呢，因着亚伯拉罕的缘故，他要救罗德一家人，所以上帝吩咐罗德，你们全家赶紧往山上跑，不能够回头看。可是罗德的太太，她跑上山的过程当中，她留恋她的产业，她往后一看，她变成了一根岩柱。所以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耶稣提醒所有想要跟随他的人，如果你要跟随我，不要三心两意，不要留恋过去的一切，因为你这样是不适合进入上帝的国。不配进上帝的国，他原来的意思是不适合。耶稣的意思非常直接，如果你对上帝呢不是专一的，你常常留恋过去的一切，你不适合在上帝的国里面。因为如果我们在上帝国里的人都是专一看着主的人，那如果你的习惯不是这样，那很抱歉，你怎么会适合在上帝国里呢？有一位我们都知道的意大利男高音 Pavarotti， 他呢天生有一副好歌喉，但是他也很喜欢，很想要成为一个小学的老师，所以呢他非常苦恼，他到底要当声乐家呢，还是要当一个小学老师？他的爸爸就告诉他说：“孩子，你有可能呢，你做这两件事情你都做了，你可能会做不好。但是呢，你必须呢，从这两件事情当中来选一个，因为就像一个人坐椅子一样，你不能够两张椅子你都要坐啊，你只能选一张椅子坐。如果你坐在两张椅子中间，你很可能呢就会跌倒。”后来他决定呢，选择歌唱的事业，他也成为世界非常优秀的一个歌唱家。跟随耶稣也是如此。我们不能一脚选择跟随耶稣，另外一脚去选择我们自己想要走的路，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专心，也没有办法有决心。路加福音没有说这个人他最后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决定，所以这也是耶稣给我们的邀请：你愿意专心一意，不回头的来跟随我吗？容许我再强调一次，这个邀请不是给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不是给刚刚认识主的人，这个邀请是给愿意跟随主的门徒。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这三个邀请，这三个人的反应。这段经文没有给任何的答案，这段经文是耶稣给我们的邀请，答案也在我们的心中。不管你是一出生就在基督徒家庭的，还是你是后来才信主的，我们都真的必须很认真的来面对这样的邀请。因为耶稣他要求的不是说你上多少门徒训练课程，不是你读多少遍的圣经，不是呢你呢做多少的服事。
耶稣是要我们在生活当中真实的跟随他。什么叫真实？就是按照主的话语，实践耶稣给你的使命。耶稣也没有要求说你要做多少服事，你要奉献多少钱，你要参加多少聚会。他盼望的是我们是一个活人，是一个灵性活着的人，愿意把他的事情摆在第一要紧，而不是只会做事情那个死了的人一样。所以跟随耶稣是绝对要付出代价的，跟随耶稣绝对不是抽象的，我觉得很安慰，我觉得被鼓励，不是。跟随耶稣也不是自我感觉良好，也不是自我催眠，我比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高尚许多，我将来上天堂，他们下地狱。不是，跟随耶稣是一种很具体的，是一种必须活出见证的生活方式。所以弟兄姐妹，你预备好了吗？面对这样的一个邀请，你预备好那个在你心中的一个答案吗？我们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心目中的那个答案，你知道我们每个人要回答的是是的，我愿意跟随，或者是主啊，容我先去处理我的事再说吧。主啊，求你将这段经文再一次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有真正的智慧，知道怎么样为了上帝国的事来做正确的选择，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选择，我们投资在上帝国的时候永远不会落空。主，求你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心智。我们这样子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一起来念2遍今天的金句。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马太福音第8章20节。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马太福音第8章20节。一起用诗歌回应上帝的话。新歌颂扬196首，献自己做活祭。请起立。我将自己献上，当作馨香的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将自己献上，当作馨香的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有你的是神来所向我前进。
时，我们依然坚定跟随主。可是我们有时会软弱，心里害怕。主啊，求你坚固我们，并用全能的手扶持我们。此刻我们奉献微薄的金钱，作为教会事工使用，愿主悦纳。奉主耶稣名求，阿门。请坐。教师报告。请兄姐到1楼拿取2022年4月到6月圣工侍奉表与新眼光读经。第二点，本教会在4月17日星期天复活节当天下午，要在中山车站前的圆顶广场举办兔子彩蛋大复活活动。除了音乐及公益团体外，还有义卖的摊位。那欢迎兄姐捐献家中全新的物品，那有意者在10月10号前交给义祥长老。那我们活动的亮点还有快闪舞及年长者与移工的关怀，请大家预留时间参与。请牧师补充报告。好，那我们今天在礼拜当中会看到摄影机，是因为我们的教会被总会选为是特色教会，所以呢，它这个礼拜天还有周间会来拍摄我们各样的礼拜，还有我们各样的事工，所以呢，我们就是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会接受采访，好，所以我们呢也就是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我们现在也请秀雅执事来报告一下这个4月17号的复活节的活动。好，除了我们义卖，这次的义卖是为了建堂的义卖，那我们还有一些活动，也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参与配合。刚刚那个投影片。4月17号那天我们是联合礼拜，好，所以呢我们可以休息一下，我们就可以参加，就过去圆顶广场。那这边是1点开始到4点半，好，在松山车站这边的圆顶广场。那希望大家携家带眷一起来参与。不好意思，等一下。偷偷在找那个 PPT。好，各位姐妹大家好，我代表就是各事工组，然后来报告这一次我们联合举办的那个复活节活动。那我们的复活节活动，我们的主题是兔子彩蛋大乐活。因为其实后面呢，我们应该是做我们的那个复活节的大复活的活动。然后因为我们在那个就是那个广场里面，我们不能有那个宗教的这些那个字眼，所以我们所使用的是大热火。然后我们这次是我们第2次举办，那去年我们有办1次。那我们希望说我们这复活节就跟我们的圣诞节一样重要，所以我们希望说每一年我们都可以有这复活节的活动，然后让松山这地方的人可以更认识我们的复活节，就跟我们的圣诞节一样。好，然后我们的下一张投影片是我们就是去年我们在那个也是一样，松山的那个圆顶，就火车站前面那个圆顶那边有办一些活动。那我们去年也一样，有一些义卖，然后有一些折气球，然后还有各式各样的活动，然后也有邀请那个牧责人社那个，因为我们主办单位是我们教会，可是我们有3个就是那个 NGO 的那个协办的单位，那包括对希望共好协会，然后一个是关怀对关怀老人，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前面的那个浪人食堂这3个单位，然后再下一张。然后我们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说，我们
下午的4点半，然后地点就是在这个圆顶广场那边，然后我们的主办单位就是我们中山教会，然后以下我们有宣教组、礼拜组、萨摩尔牧区关怀组、代因领牧区跟数位传播跟总务组，就是等于我们是全教会的活动。那就是那个协办单位就刚刚提到的，就是希望更好的发展协会，然后关怀脑瘤儿童的协会跟牧者人生就是前面的让美食堂。好，再麻烦一下。然后我们整个的活动的规划跟那个摊位的安排，我们会有舞台，我们会弄一个舞台，然后我们会有义卖，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些手作跟手绘，就是折气球，然后彩绘那个复活节的彩蛋，然后还有2手衣物。那我们这一次啊，希望说大家啊可以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把我们家里面有新的东西，我们都一起拿出来，然后啊其中这些啊是我们的义卖是要作为我们教会重建，因为我们教会要重建，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些那个钱啊，我们可以能得到，然后放在我们教会的重建的事工上面。然后就是其中我们就是就是希望关怀协会，然后他们也有义卖一些手作，跟关怀脑瘤的儿童的协会也有一些做手作的义卖，跟教育烧烤。那再麻烦小霞。那我们这一次主要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在3月6号有去参加那个马街150周年的庆典，我们都有看到。其实，现在我们的那个宣教方式，然后还有感染气氛比较不一样，然后就是比较带活泼，就是比较不一样，就是很活泼，然后带给人那种希望盼望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是这首歌是我们那个李家三家老师大家老师，他特别啊就是很精心帮我们选的，而且这首歌就是充满了一种热情洋溢，然后很活泼的歌曲。然后待会啊我们再放一次给大家看，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这一次啊也会有关怀，就是长者跟那个一些移工，我们希望我们把家里面的移工还有长者我们都一起过来，然后我们会对这些人就是邀请他们来参加，让他们也知道我们有这个活动，然后也就是借由这个机会，然后来关心他们。好，就到这边，那我们就放一下那个。好，因为那个我们直播的时候，那个影片不能放，它会自动切断。好，所以我们是不是就只听一下音乐？可以只听音乐吗？啊？也有版权，所以没有办法。好，让大家了解。好，那我们就大家找时间练习。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就会在礼拜当中会有一点点的练习。好，那我们就把这件事情放在我们的心中，好，让我们能够成为复活节的一个使者，把耶稣复活的消息带给很多的人。好，我们谢谢秀雅执事的报告。那我们现在我们来代祷，为了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好，首先我们为了这个世界来祷告。我们看见这世界仍然许多的战争，仍然许多的疫情，仍然许多的人活在贫穷、活在不安当中。我们求神怜悯，也为台湾来祷告，为宣教士在各国的宣教士祷告。我们也为培文她怀孕的过程，也为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求神能够医治。我们开口为这些事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互为肢体，让我们成为教会，让我们借由各样的造就、各样的事工来互相建造。主啊，我们求你帮助，当我们被建造成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的时候，也求你让我们能够有勇气回应的呼召。我们是不是愿意出去，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你？我们是不是愿意跟随这条看来很困难，但是却充满神同在、神祝福的道路？
主啊，求你使用帮助我们所有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祷告，让我们在灵修，让我们在敬拜，让我们在服务这些事情上都能够见证你。主，我们要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祷告，许多弟兄姐妹身体欠安，心灵忧伤的，主，我们求你能够医治，求你安慰，也求你赐给他们力量，让他们知道神你跟他们同在，他们不孤单。我们也为了我们的教会来祷告，特别为我们的复活节的事工，求你帮助，无论是有弟兄姐妹要受洗的，或者是我们当天的礼拜，或是我们当天这个宣扬福音的机会，主都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整个筹备的过程都能够感受到，这是你要我们，你呼召我们去做的。我们也为我们教会的建堂事工来祷告，主，虽然看起来很艰难，但是我们相信，如果这是你的事工，这是你的教会，你必引导，你也必成全。我们也为了我们的台湾来祷告，我们看见许多的乡亲，他们还没有认识你，他们还没有接受这永恒的礼物。主，我们求你帮助，透过我们，透过你的大能，能够让这个福音进到他们的心里面，在适当的时候就开花，就结果。我们也为了世界来祷告，我们求神能够怜悯这个世界，许多人在战争的恐惧、失去生命的当中，许多人在贫穷、饥饿的当中。主啊，求你帮助，求你怜悯，也让我们这些很健康、很平安的人能够去关心，能够去为他们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让我们能够在跟随你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时刻来提醒自己，主啊，是你与我们同在，不是我们自己有多好。我们这样子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继续来唱圣诗400首，唱完后请牧师祝祷，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永远与你们同在。阿们。我们来唱平安礼的诗歌。愿主耶稣